有冇需要割包皮？我嘅小朋友包皮唔可以反上嚟，係咪包皮過緊啊？其實 BB 喺出世嗰陣，包皮係會黐住陰莖嘅龜頭部分，保護龜頭同小便出口位，等唔好俾啲小便醃到。通常小朋友喺5歲後，包皮會冇咁黐住龜頭，開始可以慢慢向上反起，露出龜頭。有咩情況要割包皮呢？包皮黐住龜頭係暫時性嘅生理現象，除非係宗教嘅原因。喺嬰兒期係較少做包皮切割手術㗎。同時每種手術都存在一定嘅風險，例如麻醉嘅風險或者手術併發症，好似傷口發炎、流血、尿道變窄等。所以如果考慮割包皮，就要諮詢醫生嘅意見。不過有啲小朋友因為尿道炎或者龜頭炎經常復發，所以醫生會建議佢哋割包皮嚟減低發炎嘅機會。如果我每日都幫小朋友將包皮向上捋，咁包皮會唔會冇咁緊呢？如果強行反起包皮，可能會令到包皮唔能夠退返落嚟，緊箍住陰莖，係好危險嘅。需要即時帶小朋友到急症室診治。如果你擔心小朋友有包皮緊嘅現象，最好都係問下醫生嘅意見。有時見到包皮附近有啲好細小嘅黃色透明粒粒，唔知係咩嚟嘅呢？嗰啲可能係正常小便中有啲物質凝固咗喺包皮附近，通常只要清潔一下就會冇。如果有懷疑，可以帶小朋友睇醫生。咁應該點樣清潔包皮呢？沖涼嗰陣用水沖洗陰莖就得，唔使大力去擦。每次換尿片要輕輕咁抹小便嗰度。如果有大便，仲要用水或者濕棉花清潔陰莖附近嘅位置。仲有咩情況要睇醫生呢？如果小便口或者包皮位置有紅腫、發炎嘅情況，小便出口有狹窄嘅跡象，例如小便流出嘅速度慢，窒下窒下，小便嗰陣包皮好似波咁脹起，就要帶小朋友去睇醫生。